由細喺澳門長大，發覺澳門真係改變咗好多。以前嘅我同好多澳門人一樣，唔識得點樣表達自己。3歲嘅時候，有一次上堂想去廁所，我連舉手都唔識，結果搞到要麻煩校工。到咗7歲，口水強成日屈我中意隔離班個分類，其實我真正中意嘅係坐喺頭位嘅肥妹仔阿珍。不過我一直都唔敢同人哋講。10歲嗰時，Miss 誤會我同隔離同學出貓，嗰次測驗我0分，我根本唔識點樣反駁。03年，我喺電視睇到好多香港人上街示威，我覺得好震撼。07年，我同幾個同學去追訪5·1遊行，見到有警察開槍，有人跌倒，見到社會有是有非，最重要嘅係喺是與非面前，我見到澳門人終於開聲啦。今年我20幾歲啦，再唔使人代我講嘢。5月19號，我會參與傳播週，發表我嘅意見。